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今仔日3月29青年节，总统蔡英文到台北圆山的中立寺来主持着春节大典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嘛以国会议长的身份，伫选举后，甲蔡总统、甲准总统赖清德第2届来同台。蔡总统昨暝去参加美国商会社年饭的宴会。 准副总统萧美琴、台中市长罗秀燕、甲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嘛拢参加，也就是讲，台湾上届有影响力的4位女性的政治人物，真难得做伙出现伫个同一个场合。蔡总统阁特别来介绍着罗秀燕，讲伊伫个台中做甲真好。 Cheers！ 美国商会昨昏举行1年1度的社年饭宴会，除了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晓雅和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，总统蔡英文阁较是连续第8年亲身出席。This year will mark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. 那台北市长蒋万安用地主的身份出现，就连台中市长罗秀燕嘛来啊。蔡总统伫咧致辞的时，阁特别介绍。And Mayor of the Taichung City, Wu Xiaoyan, and 罗秀燕阁专讲到主导来致意，目前台湾政坛上有影响力的4位女性阁做伙翕相。蔡总统表示台中做了真好，罗秀燕回应欢迎总统加来台中行大。 今仔日透早，蔡总统嘛到台北圆山中立寺主持春节大典，5院的院长拢总到位，嘛是韩国瑜伫咧选战了后，搁再用国会院长的身份，和蔡总统搁有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共台。不过韩国瑜和正副总统无啥互动，哪里因为各方明星议题当咧交锋，蔡总统24点钟内和国民党的政要共台，恐惊拢会互政坛袂少联想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